Hello 嘅，我次郎啊，咁呢一個片呢，就介紹呢個 AI 呢個俾貼士嘅，咁就上次成績好好啊，咁就可以睇翻我哋畫面嗰個成績單啦，咁就非常之唔錯嘅，咁啊入位置都幾高嚇，咁啊事不宜遲啦，咁記得訂閱咗我哋頻道先啦，我哋真係用咗人力物力資源去做噶，咁好俾心機做嘅，所以希望大家多支持啦。先訂閱咗先，好冇？咁啊，事不宜遲啦。咁嚟緊嘅位置機會碼啦 ，AI 俾嘅。咁就第一場，第一隻8號凌利標區30%，第二隻係7號南區王29%，第三隻係3號宜昌奇兵28%，第四隻係12號快馬加鞭27%。到第二場啊，第一隻係9號拉合爾30%，第二隻係7號快樂高球29%，第三隻係3號好多利高28%，第四隻係2號當家精神27%。到第三場啊，第一隻係3號桃花多30%，第二隻係8號精彩飛馳29%，第三隻係10號富裕君子28%，第四隻係2號美麗多型27%。好，到第四場，第一隻係1號天天灑落30%，第二隻係8號日日漲29%，第三隻係10號火神陳樂28%，第四隻係4號起眼光27%。好，到第五場，第一隻係2號拿得準30%，第二隻係11號勝多多29%，第三隻係4號包裝戰將28%，第四隻係8號手臂之星27%。到第六場，第一隻係3號奮鬥心30%，第二隻係11號肥仔精神29%，第三隻係4號風神28%，第四隻係8號一生好彩27%。好，到第七場，第一隻係2號魅力寶區32%，第二隻係4號小鳥天堂31%，第三隻係1號風雲武士30%，第四隻係3號海船星29%。到第八場啊，第一隻係12號光年魅力34%，第二隻係6號包裝天將33%，第三隻係7號陽光勇士32%，第四隻係9號球星31%。到第九場啊，第一隻係4號武林密碼34%，第二隻係3號太易穩33%，第四隻係2號華麗再勝32%，第四隻係5號龍之輝31%。到第十場，第一隻係3號非凡豪傑34%，第二隻係7號南區之星33%，第三隻係2號同樣美麗32%，第四隻係5號穿甲戰鷹31%。好，到第11場啦，第一隻係14號火焰閃爍34%，第二隻5號美麗星神33%，第四隻係4號元朗精英32%，第四隻係11號超易穩31%。同埋嚟緊仲會多條片嘅，應該咁大家希望多支持啦，記得訂閱啦，訂閱我哋先有動力做俾大家嘅，咁就記得啦，賭馬會贏啦，小賭怡情開心賽馬，記得留意下一段片啦，記得訂閱啦，多謝晒。